花莲的山区因为昨昏过道落大水雨，嘛影响的溪水是规个涨起来，有8台车拢总21个人去遐露营，其中有1台车伫过溪的时阵煞摒去，车底有一对白仔囝去互水流去。老爸遗体伫昨昏暗时10点有找到，因仔囡仔目前是要下落不明。另外7台车拢总19个人，目前是要伫遐，人是拢平安。因为目前溪水也真错流，消防人员是请因伫遐咧等，今仔日会去救援。伫礼拜下昼，花莲有21个人坐8台车到万盈乡梨子山耍，车尾撩开时阵，其中1台车无说离变过，车顶31岁姓林的查甫人，甲伊2岁后生互溪水冲走。因为山区落大雨，溪水正错流，其他7台车19个人条条的无法度顶动。经宵才着保安赶到现场，开始分组救援。因过考虑到内面有囡仔，所以请因就地安置。但今仔日才过进行救援，至今人员拢已经安全。因那失踪的姓林的白仔囝，搜救人员伫暗时10点外发现老爸的尸体，因过2岁囡仔到即也未找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